很大的一个很快乐的一段时间，跟了一群兄弟哦，就是我们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的，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在玩音乐啊。即便现在图腾没有唱片公司，但是我们还是不考虑任何的商业利益的行为，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想做的音乐。虽然很多同学还是很期待图腾可不可以有下一张专辑的，有人很期待吗？有。请投资图腾，好不好？然后我的表演你要去看，他们才有钱，要不然怎么可能发专辑？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商业的考量的状态，就会变成这种样子状态。我觉得，但音乐就变得很纯粹，玩团员还是保持我们原来当初组团的那种感觉。十年了，哇靠，10年了！哇，你们几岁了啊？小朋友，你们那时候，好啊，然后那哥哥玩团很辛苦，以前还自己煮菜烤，你有没有看到炒高丽菜？我们高丽菜一菜4吃呢，4种吃法，红烧的啊，清蒸的。以前没有什么钱哦，就自己煮菜自己吃饭，没有外食族这样，为了搞音乐没有钱哦。不过那个时候也让我这个体验到，就是我开始我懂得开始想要回家了。但一开始我回不了家，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离开家里很久了。然后我的爸爸是远洋渔船的船员，所以我爸爸经常已经不在家。然后我妈妈是部落第一个开美发店的原住民美发店。原住民人做美发美容护士的很多，真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行业特别多原住民的女生像我那样，我妈妈也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原住民女生，然后后来会放弃台北的工作，回去部落开美发，然后于是有我了这样。然后当然家里发生很多状况，所以家里很早就离开部落。我大概是国中毕业之后，我就到台东市区读书，我就没有再回家了。因为家里很多纷纷扰扰，我们为了一点点事情，我们就会负债，你懂吗？以前原住民不敢生病，因为生病之后就要去医院，医院对我们来讲，尤其是老人家是会花很多钱的那一种，对。然后没有的话就要去投靠巫医，有原住民的传统医生，可是心中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矛盾，因为我们信基督天主，不能去靠巫医这样，所以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撮合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也说不出来。就只要有人生病，家里就要开始办贷款了，对啊，然后家里就这样开始负债，原住民也不会管你钱。我们使用钱这件事情不到100年的时间，我们的历史，原住民使用钱这个历史不到1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上一代甚至我的阿公应该根本不懂怎么去理财，也不知道钱这个东西怎么去处理，所以很快就负债。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我就离开家，家里还被查封，所以我大学时候的过年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过年大家都回家了，我住宿舍，宿舍过年也要关门，因为教官也要放年假，然后我要吃团圆饭，我要去哪里？我都去住侨生的家，也不是侨生，就是在泰山那边有一个华侨什么大学。对，我每年过年去跟他们都说我从哪一国来，每个马来西亚、那香港还是什么新加坡，然后我是台湾，你是台湾怎么在这边？你是侨生？对，我是台湾的侨生。对，我没有回家，我没办法回家，因为家里查封啊，被家里负债。所以你说我对家里的连结，我也其实那时候我只要碰到过年我就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大学的事，我大学比较久，我大学读5年，比较久，比较用功读书啦，有付多一点学费。但是也因为这样的背景，就是我离高中3年，大学5年，当兵在2年，我9年都没有回家。其实对我讲，那个乡愁是什么？我根本没有想这件事情。那你再讲比较深一点的文化。其实我根本也不会有机会去碰到这件事情，直到有碰到了图腾乐团之后，我才开始想说，我真的很久没回家了，就想要开始回去走走啊。但我家查封，所以我住不得，我像路人在逛街一样，这是我家，不能进去。当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情，在我人生求学或者在外地工作的时候。然后，但我早期的作品跟我自己原住民身份完全没有关系，就像这样子，这是我大2的时候的作品。搞不好苏打绿是学我的。
写都像写。好，看看就好，看看呀，好吧，有机会去 KTV 点呀。那这个比较特别，是开始跟一些主流歌手合在一起之后，温岚是算是我们近几年合作比较长的一个歌手。那你要听的话，有刻意放一些原住民的吟唱。好，这样就好了，看一下。那去年的话，就大概就是这个福茂的新人，也是一个原住民背景的歌手曾静雯，听过没？他还是用这种手写的，真的，好像我们写的歌都要这样手写字，好奇怪。也可以这么主流，像温岚这样，哇哦！我也可以写这么流行的东西，少，好，这样好，有机会去 KTV 点哦，你们点一次啊。我们大概啦，我不知道现在行情有没有再降价一下，就我们大概会有2块钱的版税，然后中间还有通路公司啊，还有经纪公司的唱片公司要抽成，抽完成之后，图腾5个人还要再除以5，好，所以现在的音乐人真的也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好，生活那么富裕了，就是做音乐已经快要变成一种梦想了，就是你要真的要操作像一些偶像歌手那样我在想才有可能赚到一些钱，然后有些东西我先跳过，我先不讲好了，我就先讲一些我在大学时期的时候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开端，就让我有想要做原住民这件事情的一个开始。